最近台灣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去大陸6日嘅訪問，其中最吸引我嘅係有個新聞講，有個台灣嘅企業喺北京中關村研究緊一樣好犀利嘅技術，叫人體納米火箭。簡單講，呢個技術就好似喺你身體入面做一場超精密嘅基因手術。等我一步一步同你解釋下。第一步，導航同發射。佢哋用 AI 設計咗一隻好細好細嘅納米太空船，叫做資質納米火粒。呢隻太空船可以保護住裏面嘅基因藥物，仲識得自己遞路，直接飛去癌細胞度。第二步，改寫細胞。飛到入癌細胞之後，太空船裏面嘅 mRNA 信使核糖核酸就會出手，佢就好似一本說明書咁，教個細胞點樣由壞細胞變成健康嘅幹細胞，直接修復病變組織。第三步，快過傳統好多，靠 AI 幫手，呢個平台3至5年就做到傳統要10年先研發到嘅藥，成本仲低好多。簡單講就係1年做10款藥。呢項技術背後其實係3大前沿科學。1. AI 加速研發，用生成式 AI 喺電腦模擬幾千萬種納米載體，研發時間由10年磨一劍縮短到3至5年。2. 精準遞送系統，核心係資質納米火粒，即係新冠 mRNA 疫苗嗰種技術，升級版嘅基因快遞車。3. 體內重編程，目標係直接喺身體入面改造壞細胞，而唔使拎出嚟喺實驗室搞，係好前沿嘅概念。仲有2個值得留意嘅亮點：兩岸科技融合，間公司嘅創辦人賴財達係台灣大學畢業 MIT 博士，揀咗喺北京創業成功，係兩岸科技合作嘅好例子。唔係得個講字，呢間劑泰科技已經有4個項目進入臨床階段，仲同默克等國際大藥廠合作緊。總結一句，呢項人體納米火箭技術代表住 AI 加納米醫學最前沿嘅方向。將來一旦成功，唔只可以大幅降低新藥研發成本，仲有望將好多絕症變成可以醫治嘅慢性病。如果大家對呢類新聞有興趣，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